今日係廣福道休憩處花壇向公眾開放嘅最後一天。10日以嚟，呢度已經成為市民集體哀悼嘅角落。一束束鮮花，一隻隻千紙鶴，都係最樸素嘅心意。有人帶住細路嚟，輕聲同佢哋講：折得唔好都冇所謂，有心就得。呢啲小小嘅紙鶴，承載住祝福同平安。留言板上寫滿咗心聲，有人祝願逝者安息，有人鼓勵家屬要堅強，話香港人同你哋一齊，每一句話都好似一份溫柔嘅陪伴。花壇即將關閉，但呢份哀思唔會消失，佢將會化為城市嘅記憶，提醒我哋珍惜生命，守護安全。